路啊，古代到丰内海的内港内港的水道，古代帆船都可以通行的水道，一直往东边就是柳营代天恋的南边，那个东兴社区关怀据点南边那个池塘就是以前水道遗迹啊，再往东可以到柳营国中，再往东到德元皮，以前柳营代天恋烧王船哦，然后把王船放这一条水道，往那铁线桥往铁线桥，正前方这个村庄就是铁线桥，然后再往南头港那边，然后再往那个南昆山那边出海，但是也有可能跑到铁线桥，然后有可能有分岔路往南边到那个中营的毛港尾，哦，那个古代的港口也是很重要的，毛港尾的港口，然后再往西南边有到那个善化，也有到安定苏措。和安定苏措代天湖也有烧王船，然后善化代天湖也有王船，有供奉王船，都是跟这个柳营代天恋王船祭典有关系，所以他们代天湖游王公出行，代天行寿出行哦，会先到柳营代天恋，请游王公王爷36进士王爷，每3年3位王爷见教哦，他是王传教，烧化王传，请送走那王爷。西港庆安宫是收12温网，柳营代天恋这边是收36进士。陈副总干事很有研究，柳营代天恋陈副总干事很有研究。